来这边其实也认识了很多人，然后交了很多好朋友，觉得其实这3年过得其实蛮开心的。南影影视科第26届成果展内容丰富，涵盖影像创作与现场展演等多元形式，动静态作品同步呈现学生专业能力。校方也特别规划校外演出，学生将毕业展节目重新编排，加入歌仔戏与经典台语歌曲，贴近长辈喜好。现场气氛温馨热络，不仅拉近了世代距离，也展现年轻学子的创意与活力。他们在这个戏剧过程当中，就是整个展把它当作成一个戏剧来演出。那这个戏剧是他们这3年的所经历过的一些时间，然后把它浓缩成戏剧，然后把它演出来。那特别是在影视科这个大家庭里面，他们不管是在排戏的过程，或者是拍片的过程当中，会遇到很多的状况，但是他们今天都把它融汇在戏剧里面去做演出。那我想这也是让学生跟家长能够看见，这群孩子其实在影视课里面学到的这些事情，其实不是浪费时间的，而是他们有能够真正自己发展的一个空间，那也帮助他们的未来可以有一条很好的出路。影视科主任蔡家璇表示，影视创作不应局限于镜头与荧幕，更应承载的人文关怀，透过走入安养中心与长者互动。学生学习用表演与影像传递情感，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，让艺术成为服务社会的桥梁，也让外界看见高中生的正向力量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